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法國航空358號班機空難。358號班機係一架 A340。佢喺法國巴黎飛往多倫多皮爾森機場。架飛機順利喺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起飛，準備飛往多倫多皮爾森機場。而家架飛機抵達皮爾森機場附近，準備着陸。架飛機飛過跑道，佢已經喺2/3先落地。而家着陸咗多倫多皮爾森機場，因為地面濕滑，所以剎唔停架飛機。個機師踩咗踏板，都係衝出跑道。全機冇人罹難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